easy go.
们乐视家家挑战赛10月份的活动最后一天了，10次机会出8盒就有500块奖金哦。现场直播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那我明天6点抽 iPhone 16，还有35样精美好礼等你带回家哦。他今天是来血池的，因为他上礼拜只打1盒出来。哎呦，会哦，会哦。下面一位是别台的。哎呦，2次，还有2次哦，加6盒，有机会哦。哎呦，可以哦。哎呦，8盒，8盒，颁奖，血池成功了。他最后一枪出2盒，对，他挑战成功了。好，颁奖，帮我拍一下。来，这位国中生挑战成功了，10次出8盒，获得我们奖金500块，赚烂。哎。不要紧张，好了，1、2、3 ，OK， 好。